好，欢迎乡亲朋友收看今本嘅出面大会。呢今本呢係來到苗栗台灣鄉呢片溫度係清溫村哦。大家有看到我，我後邊那個山景係咪非常安靜？然後照先天哦，有那個希望然。喺卡了大部呢，也有一個新聞提示，就最近大家已經討論那個東西向嘅流氧氣啊，到苗栗呢片呢，那個流氧氣也係非常安多，尤其像係呢基本快講嘅清溫啊，還有台興呢大部那個流氧嘅數量吼，做啲講係到苗栗人也係到派挑戰嘅，基本就好好咧快講討論到底啊那個流氧氣到呢個財體發展，佢個合法性，還有佢個未來性，到底到呢時節會用嘅嚟發展咯。提前呢為大家紹介基本咧參加嘅來賓哦，第一位嘅紹介係苗栗人文化觀光協會副會長詹彩萍，你好。各位鄉親，大家早晨好，樂家新聞過啦。歡迎。今天紹介係中華民國露營協會的秘書長蔣大成。客家鄉親，還有我們露營界的朋友，大家早上好。歡迎。第三位來賓，呢紹介係荒野保護協會鄉土關懷組嘅志工周貢傑，也係呢個老朋友，貢傑你好。主持人好，還有所有客家鄉親，大家好。歡迎，請坐。第四位來賓，呢紹介係聯合大學文化觀光產業內嘅教授劉鳳雲。各位全國的客家鄉親，大家好，大家平安吉祥。歡迎教授，歡迎來賓到呢強下討論。客家財體呢，有當到地方嘅民意推表，香港所嘅推表，大家有動關心了解議題哦。客家現從錯嘅係當到呢財體經營流氧氣嘅了解所謂的營主啦哈。這位營主們，大家好。講到呢下東西向嘅流氧氣啊哈，大家可能想到20年前，呢個盆田天天咧門落睇，大家出門往了後去大民宿，所以民宿呢都緊去緊到報每呢政府嘅法令規定，就有呢個民宿管理法，呢下時對有變到冇強用咧吼，確實大家冇想嘅大民宿，行到附近去往了後去流氧，就像今邊看到呢個流氧嘅損條，就有個凍漿嘅總棚，從呢個都草坪行來做一個總棚，大家規模太細去困到地背，按個利用形態到呢下邊到東西行，喺個睇呢呢個流氧氣見到嘅時節，係唔係要變做一個新嘅議題？呢下政府也會好好管理呢咯。先調個下部嘅樣片看過了後，繼續嚟討論。規條查嘅最多年嘅行李，帶定一部泰式禮拜6日去上好路樣，係也一度做廿回沙，禮拜6日一定好會親自溝通。最主要是也是要讓小朋友去體驗一些戶外的活動啊，對，因為不然在都市的話，你小朋友不會接觸一些蟲啊之類的，對不對？怎麼會喜歡露營？就喜歡往戶外跑啊，喜歡往外面。那露營的話，比較能夠有放鬆。廿多年來，露營受到台灣人嘅歡迎，它又有200萬嘅露營人口，帶動嘅25億元嘅相關商機。露營唔單止董事行，沒有一道嘅話題。最近外面都有一些對露營區有一些污名化啦。那我在想，就是說我們這邊的露營區的業者，大部分都是當地人，因為政府它現在在推廣，就是說青年回流嘛，回來總是要有一些產業或者是生計，所以慢慢的會衍生成露營區。報紙標題寫到太平城市波頭新造山區嘅露營地違法開建，破壞水土保持一道情形。因而按道為露營人口，露營區年增加，也它又有1800間，不過合法嘅爭議上，難個糾上講起唔合法，其實係無法好經濟。那露營呢？目前為止啊，以新竹縣為例啦，哈，還沒有一家是合法的，因為它沒有辦法申請。太多的法令啊，可以規範它，但是呢，它要適應每一個法令的話，基本上很難，所以最後他就放棄。放棄結果呢，就是失控結果到時候我們的整個國土保安啊，還有這個山坡地保育、生態環境都遭受到無法掌握的一些變數。面對無法律和管理嘅情形，有一道露營區嘅主人唔對樣解釋，露營區本人講唔合法。每次知道笨蛋空間的露營發圖，亦會暗樣。
讲到了个留洋大家可能唔会上手，不过呢，你下近来近时行变做一个信息产业，可能是最近的事情。其实以前大学时代，常常就还记得那时候整体的团康户外活动。其实看到，其实台湾的露营史发展也蛮早了。早期在50年代，主要系教育训练哦，大家学世界嘅记忆和记得么？跳狗就是很各种的童军营啊、冬夏令营，还有各种的战斗营。不过那都是局限在有特定训练目的或者是教育性质的那种小众的露营活动。它个天天经济发展到70年代呢，已经变成团康育了，开始比如说企业户啊，或者是办公室的同事行号、公司行号都会带团整个出去，在户外可能可以学到多一点跟自然师法一些学习一些上进的精神，所以也就按个法通。不过呢，它也算 Q 不性。不过呢，天天经发展，因为台湾火山火水美，到两行呢已经是转型为家庭休闲这个。背后所象征的意思，也就是说，当所有的中小家庭开始越来越多投入的时候，可能都提奉为风潮，都经动因亲友同好都会变成是路友，所以现在可能路友还变台湾哈，路友之间平时都还有一些口号，比如说你今天是第几路啊，第35路，大家冲第70路、第100路，就好像爬台湾的百岳一样。路越多次或爬越多座山，变成是个人在休闲生涯的一个战机。看到有近时行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讲这个台湾露营真的变成一种风潮台湾风露营，其实在15年前，现在是2017年嘛台魁斗2000年改哈，那种教育训练的目的，可能也只有100家左右的这个露营区，都连下对讲是5年了有哇，一下子成长到现在将近1800家的露营区，全台湾各地了哈。那我们想说，露营区如果一个露营区大概1甲到3甲之间，那有1800间，那想想看，那是多大的一个面积？那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一种新的开发行为我们就看到。它带来而来的，像随之而来的，第一个就是市场大，所以你看到它的露营常态性的人口，一年有200万的人都非常喜欢带着装备上山来露营，周边的相关商机，好比说。相亲朋友看到的露营帐篷啊，各种的炊具、行动厨房或露营车等等等种种的周边商机也来到了25亿，25亿一年的产值。好比说，我们讲到现在台湾的农村茭白笋，一年也有25亿的产值；香菇新设的香菇又25亿的产值。所以光是露营，跟我们现在政府努力在推的这种新兴农业，其实它产值都还是蛮这个水准上都蛮高的。所以咱问题应该提个向强问，你文化棍讲那个搞笑，你搞笑，你去个就系苗栗才听。你有感觉到，你10公年内，尤其从你个苗栗个南种啊、台湾啊，基本流洋个所在，迄咪流洋风真紧近时哈，咱个先生你有观察到，天然小白类个可能有乜个问题冇，先生？近19年来啊，露洋个风气紧现身啦。主要来讲，他感觉无限希望变了的时节就接触好山、好水、好风景啦，恢复一个大自然。所以。故说也19年来，露营个气氛紧增加，成为一个新型的产业吧。当然周边的相关的问题，慢慢的就产生来了。比如讲政府的法令提唔到时态啊，变那个露营无法可管。因为亚立法院人家民意代表来向中央来反映啦，要转法，最好由转法来管较好。用野菜地的。当认真大兵那个露营业者基本本人讲无合法吧。无合法虽然讲感觉无伊理想样不过也系政府的问题啊。政府的时针立法要睇到安尼时代的进步啊。因为露营的各种嘅行为迄所有的客家人也好，全国的乡亲也好，佢接触也太自然，人类似太自然的，最后咩回归太自然。所以那个法通是好的，不过法通经到了后，那个政府嘅准法可能会出来该就线上，其实就线上跳过呀，新主人嘅艺人佢到做艺人嘅时节，就动惯性了解三哪开发嘅问题，了到放假保护协会，要继续敲门你了台湾流洋风动到全台湾嘅养体分布看到，其实就很多都是在原乡，很多都系那个客家种，尤其像系桃竹苗、南投推种都有。看到全台湾的前3名，新竹是第3名有283个露营区。你今天流洋港苗栗有300改他个体验样带了一个皇冠的是在南投有333个，有3个人是嘎鱼类都减为有1000嘎的所以其实也占了将近1半以上，在全台湾来讲，所以看鱼类那个流洋区。
这露营区不可能是在忠孝东路或中山路、中正路这种大马路，对，越是好山好水的地方，越是往这边前进。该就台讲，我有请问啦，从你个了解啦吼，尤其係你信主啊、占煞改片个人面向会见都是典礼会都共党咧，系冇喏？聽下因秘書長講，啊，讓因教授講到一件當重要嘅事情係，因呢下政府行政吼，政府聽到呢下書台，係嘛？嚇，該秘書長新主任秘書長講，該冇法做得管，其實當到法律做得管呢一件事情，不過從市場去講誒，佢完全路上去嘅業主啊嚇，政府係符合法律嘅規定，是兩種方式做得合法庭。那兩種方式合法嘅方式吼，就喺度從呢一段時間我了解，對露營區嘅業者嚟講，根本是冇可能嘅事情啊。談唔到嘅嚇，門檻很高。做唔到嘅事情。第一點，休閒農業區地北1/10嘅面積做露營區，呢一件事情。我想看到了為好山好水好風景嘅，按用應做嘅方式根本冇可能合法。第一點是土地完全變更嘛，好，這是兩種方式來做的合法嘅方式。市場是看跳下嗰隻案咧，哈，旁邊是土石流前市區啦，好，該唔到土石流前市區，該係按規定法律規定該做唔得做嘅。所以呢一下政府最大嘅問題係，第一點冇法律做得講呢一件事情，第二點。地方政府哈，是送來送去啊，咁唔啲馬上嚟幹呢一件事情啦，因為當到機關佢都係自家嘅法律做得幹，不過佢係冇到咧管理咧露營區嘅就係時間，佢佢都唔啲，佢係馬上到咧管理，呢係第二點最大問題。所以兩界裏邊都分別講到，呢下流浪區呢界管理啊，到底係馬上咧管理都變咗，基本要討論最大嘅議題哦。你講到大概流浪區今對經濟行可能隨之而來的大概就是2個面向的問題。第一個就是市場，市場當然很大，所以周邊商機有25億。再來第二個呢，就是承蒙2位來賓講的是土地使用管理的問題，那就是在這個時間點要怎麼樣來解決？那當露營區開墾的很多，會有什麼樣的疑慮或要討論的議題？那大概也可以分成2個面向來講。第一個可能就是從露營的設備、露營的活動，它有相關的規範，那就看到說露營的安全係數有什麼呢？好比一個帳篷搭在我們這個草地平台上，在山區相關的滅火器、醫藥、消費糾紛、公共安全責任險跟救生設備等等，這一些算是設備或活動的細項，到底是誰來專管？那這些到底有沒有法律可循？那第二個還有大家非常關心的，就是說它的場址啊，到大家都有流浪嘅帳篷會變到耐，就得多個規劃，得多個考量麼？它的安全係數，另外一點是整個大環境來看，就它的土地使用管理，在目前現在有沒有法規規範，或者更進一步的講，有沒有主責的單位？包括剛剛我們在影片都看到歷歷在目的，就是說，當這個營區是開在地質敏感區啦、土石流潛勢區等等等等，這些在整個開墾山林或國有地的這一塊議題上有沒有得到重視？所以兩個部分，我有先請問Annika講大臣講秘書長，其實我們剛剛看到哈，現在露營區從15年前的100家，現在成長到1800個露營區，在桃竹苗的原鄉或客莊是特別多，數量很密集，密度很高。不知道從在民間的這個產業協會這樣子來研究，看到這幾年的這個露營區的現象，你覺得背後有隱藏什麼風險是值得被關心的嗎？我們就要感謝媒體啊發聲，為什麼？因為事情就像剛剛我們第一位這個講者講的一樣，好的事情，可是我們不注意的時候，它最後就會出現一些這個小的這個困擾，到最後呢，小確幸反而會變成很大的浩劫。是，當然我們政府的官員、民意代表啦，都已經開始介入。25號監察院早上9點鐘也在這個討論這件事情。是，台北市政府這個柯市長有沒有已經發文到我們台北市所有露營區的這個單位呢，把窗口的負責人找出來就表示已經開始注意到露營安全的問題。誠如秘書長所說哈，現在政府部門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也因為希望可以正面的來經營正面的行銷，所以希望這個法也趕快湧上來。這個問題我先請教一下我們的副座哈。其實如果把露營區也當作一種開發行為，
开发行为在山上，其实过去都要通过环评嘛，要有主责单位去监督环评。可是我们露营区没有。那作为一种开发，到底是谁来主管？我们看到过去 Tiogo 很没有收复一个没有母法依据，各法管一点点，但是主责单位是不明的，到底是谁来管？也就是因为要厘清这个议题，在去年呢，在你让6年改年尾，行政院就决议，那时候政务委员起来带头来领衔做一个决议，就定调。大概2个啦，活动推广就是由交通部的观光局来主责，那场地开发管理的就是土地使用的管理是回归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内政部、林务局、水保局这些。可是呢，问题是大家都各管一点点啊，你没有主责单位来统筹，那到底谁来监督环评？那谁来顾他的这个场址的安全？所以呢，在今年就是最新的消息，都11年的期间呢，交通部改公共球由行政院主责交给他来做主责管理，他们可能会讨论订定这个露营设置管理办法。并且把这个露营区纳入发展观光条例，然后跟各县市来讨论。那开始喽，政府也要来动作，不管是中央跟地方要结合来讨论，将来我们的露营区在设置有哪些要点。所以该辅 Q 中，我要请教一下，我们其实发现，像我们在苗栗很多的露营区。都是在原住民保留地。那原住民保留地在地目的编定上，就是林业使用、农牧用地啊，就是没有露营区休闲产业这个容许项目。所以呢，我们的露营业者想要去好好正规来申请一个水土保持来做露营区使用，就不得其门而入。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很难突破的僵局？副 Q 中。苗栗县政府其實都3年前，我哋都有勞教育部、勞農委會、內政部咧，有提出申請，因為我有發現過苗栗縣設計業者越來越多拖咧整個法令的管理，還有一個提升這個遊客到苗栗來，規個旅遊的一個品質要提升。當然我哋縣政府也目前係用文化觀光局來主政，因為要有一個單位來主政，當有辦法談到地方上嘅特產業者上癮，欣賞來咁樣改變，咁樣嘅特產越來越好，那吃到咧錄陽期係一個正向嘅發展嘅一個推動對尤其以後我帶動後生人進來綜合發展一齊安尼嘅產業，所以不管地方係重要，上咧係目前我來我來處理一個原則。好，非常感謝副局長。兩篇想我請問大家啦，吼，前一場大家媒體都跟報道講，了解開發他們共同理會。在你們一開始，你們是怎麼樣的動機開發自己的露營區，怎麼樣的模式來經營的？喊卡對未來吼，用個行，大家有去大概會講麼？目前來講的話，現在是我所知道是無法可管嘛。無法可管。無法可管的話，但是這麼好的一個。露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戶外活動啦，假使我們跟其他的產業比起來的話，就算我們違法的話，它也是比其他產業來的在污染、對環境的影響，種種都來得輕。是，所以為了要永續這樣一個健康活動，真正有法就要在跟到這個活動之前來做一個產業的輔導跟引導，這是地方的訴求。先謝謝理事長，在座也有我們協會的總幹事哈，總幹事你好。刨山挖林啊，開墾土石，佔有國土，違法開墾，這些話對露營區的業者來講，有你們不可承受之重嗎？有些人都會認為說，這個把露營區當成是一個在山崩易滑地質敏感區，對我們是不公平的。那好，第二個，你說露營區它是非法，它的法根本就不在嘛，我們頂多就是沒有農地農用。那你說我們沒有農地農用，全台灣省17萬家的工廠種在農地上，現在太陽能板也準備種在農地上。你說違章建築不計其數，那怎麼今天讓一個那麼健康的休閒活動去抹煞我們？全台灣省只有1700家的露營場地，難道就是全台灣省的元兇嗎？然後第三點，我要講的是環境的污染。難道山就只有這1700家的露營地會去破壞嗎？那都市所有的污染、工業污染都排向大海，大海就不是受到環境保護的地方了。
我们今天的争点是，我们要如何把现在的露营场地做一个合法。我们这些原住民农民，如果他不靠这个露营产业，光靠他的农地去种植农产品，你说我们这里最大的农业经济价值是桂竹笋，我1甲地，我跟我妈妈1年背的要死要活，我才赚16万块。谢谢总干事。采题啊，又动惯性大概议题给苗栗个采题有上音啦哈。我们先请教我们的阿中，阿中哈长期对那个三那国土保有要动惯性。阿中先承蒙刚刚总干事去讲到个问题，就会讲，其实了解会看到散播题来讲，它应该是一个总量管制的问题，包括是休耕的农地也好，或是过去在这个山坡地上的开垦，应该是整体来考量。这时候只单单讲一个露营区的破坏行为就可以占掉全部的吗？如果我们今天检讨露营区的相关开发行为，是不是应该其实从总量的方面来做几个考虑，这样会对提供会较公平呢？所以我开车上来的时候，一直都很担心，说到底我进来这个露营区会看到什么样的状况。我其实是很害怕看到像新竹县那样子，你就把整个山刨掉，然后用，那我就不晓得说该怎么样面对这个议题，所有的议题。对，可是。我来到这里以后，我一走进去，我就先看到上面的三合院嘛。对。其实因为我老家新开也都是三合院，然后刚才我在路上绕的时候，我刚刚也看到旁边有一个八公嘛，对，就是说就跟我家小时候一样种甘妹嘛，然后有一个三合院，然后旁边有一个八公。所以你说它地貌是很传统，也是低度有机的，很地貌。可是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同样是一个露营区，它既然就有像竹东这样子，就是你是财团，你就是直接把它刨掉。但同样是露营区，你也有是像由自家的三合院直接罢工，然后这些还有甘妹树都留着，然后改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牵涉到，比如说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总量管制，那我们这边同时就有露营区，然后往外面靠一点又有所有的温泉区。那我觉得我们的山坡地开发，像我们的山坡地开发，因为我以前跟过很多环评，我们山坡地开发大概就只有几种地目啊，山坡保育地，然后山坡保育地里面可能会有农地，可能会有那个水土保持地，然后还有刚才你讲的林地、原住民保留地这几种。其实我诚实讲，说现行其实就像刚才周江杰议员讲的，现行其实是有法可以管，可是只是因为他没有明确去界定什么叫做露营区。我觉得业者也承担了很多，比如说以前我们水土保持计划，很多人就直接送一个水保计划进去，完了以后就把整座山刨掉。那这个就是变成说我们在山坡地使用的时候，他以前规范不严谨，或者是他在地方上，因为毕竟地方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可以去直接看他水土保持计划怎么做，所以变成说大家全部都混在一起谈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管制。所以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你必须要把这个里面再做去细分它的种类、它的类型，然后它的规模大小，然后再去用法律来圈它。是非常谢谢阿中的这个建议哈。阿中刚刚讲到，他来到这边看到这里地貌很漂亮的，山中有一个三合院，三合院的主人今天也来到现场哈，年轻的妈妈，她也带着她的小朋友。我们先请掉这位妈妈，是我们的素玉哈，也是我们的业主哈。素玉你好，来谈谈。你是怎么样的心情回来接下露营区？你一开始在经营它的时候，你的开发模式、开发过程是怎么样？我跟我先生原本我们是住在高雄的，那这个是我们的老家，我是客家媳妇。那我先生也觉得说，老家这边的环境非常的适合，就跟我们去露营的场地一样。那所以说他就开始在思考说，希望也可以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那我们的小朋友也可以回来老家这边，让他们在这样子自然的环境里面快乐的生长。我刚嫁进来，我结婚8年嘛，我刚嫁进来的地的时候，我们地就是这样，原本的这些草皮种的是李子树，那后来过了几年，我公公把它改成橘子树。那所以说这种阶梯是本来就是一开始最早期的开垦模式就是这样，你们其实也没怎么大动刀。对，听说最早阿公年轻的时候是梯田种稻米的。那现在报道常常说，这个露营区在土石流浅市区，在地华区，你自己会不会害怕呢？那也很感谢这个就是这样子的报道，我就很认真的去做了功课，就跟总干事一样。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土石流浅市溪，那它是要让我们在这溪流旁边的居民呢，知道说，真的是暴雨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去撤退。我们先谢谢
术语，用耳朵了解台宽金自种走地动该走翻，了解采题，他们更想要进一步的诉求，更想进一步来问，你都在看洋片哈，多带多采题，在地有自己的在地的地理条件、地理特性，可以让所谓的露营区这样的休闲的夯产业可以正面的发展吗？刚速度嘅搭總鋪，睇用5分鐘就搭破位。佢係同校路亞，本身咪係苗栗泰安清安村一類親子旅遊期嘅主意羅小平。這樣子挖，這樣子，好，然後這樣子拉起來，就起來了，然後就放旁邊，這樣子拉。然後有一隻蝸牛。對對對，有蝸牛。爸比，蝸牛不見了。廿個禮拜2日，佢還帶啲來旅遊嘅探險車子去體驗用嘅改種馬韓國人生路魚。這個是七星鱸魚，那這邊養的話就是以泉水方式養殖。為什麼這邊選擇這個鱸魚？是因為這裡的水溫平均水溫是17度，所以很適合這邊養殖這種魚類，它屬於是低溫的魚種。希望好好培養新人的成長，公司羅小平兩公婆帶領新人的傳統家鄉，加倍不卡嘅工藝業，同佢好好利用，打造做親子旅遊期。因為較平的地方吼，做工的效率無按好，做規劃，做建議規劃做露營區。阿爸因為佢即個做生意呢，無希望建議露營區，我即個露營，做做來做露營區。平庸地前灣村開派由800公尺嘅一個旅遊期，住民阿用伯跟平常時模擬合啲嘅整理環境。頭擺也睇用2000堂嘅旅遊期後，係種토마토同草莓也到。5年前，阿用伯結天同種嘅30年嘅高熱進行做旅遊期。颱風嘅時節啦，喺落嘅時節比大啲嘅時節就7倍烏龜，阿爸本錢當厝咩，人哋種人嘅토마토啊，種錢當厝嘅時節，阿爸又搶當老人，阿爸我哋要搶咩事的。我背面業主做露營期啦。只不過經營旅遊期，以前未冇按改。現在重視啦吼，心情知道較好。啊，個也吼，政府觀念咩？你像啊你，這個山呢，我真係唔會本政府發啦。一到媒體來嘅時節，一般來講冇人喺半夜嚟採訪，睇下就驚啊。啊，藝術很較爭，因為藝國稅有納稅，啊藝工商科也有去登記嘅。無論係去無啥嘢，從來都先見用嘅，也係合適親子嘅旅遊期，都會經過專業用心打造同維護，當地片有同意冇同樣。不過同樣嘅係，加到都希望行較有經驗，提供大家用人數解決係自然嘅場所。看到樣片提倡問題，愛有現場問，你敢苗栗染改冉義然黃月娥黃議員，議員你怎麼樣來回應或呼應我們在地經營露營區業者他們的一些呼籲，現在自救的心情呢？剛剛總幹事在報告的時候，我就心裡非常的傷心，因為所有的露營地區裡面，好像都把他們污名化。其實我們原住民族，國家給我們的土地，我們自己的土地都在我們的山坡地裡面哈。剛剛這一位小姐哈，她就講了嘛，我們做農業非常的辛苦，我們的年輕人回到部落，他就是要經營這個，而且也我們縣政府啊，徐縣長啊，你看啊，我們原住民所有的露營區哪一個有發生事情？雖然這個國土我們都愛我們的土地哦，這個土地是大家的。尤其我們漢人在我們灘鄉，我們漢人跟原住民都很好，原漢是非常友善，非常友善。他們經營的也是在我們的山地保留地中間呢。哎，我們的地形都是坡度這樣，你要叫我們怎麼辦？原本的地形就是這樣，那產業的發展有一定的需求性，應該要法來好好管。要給他們機會，讓我們有飯吃嘛。謝謝議員，就是這樣嘛，謝謝。所以啊，大概經濟發展、繞寬景改鳳霞，難道真的是二元對立，沒有辦法從中取得平衡之道嗎？我們在地的泰安鄉公所怎麼樣來看我們自己在地的產業？希望正面行銷，可是呢，又不會危及整個自然環境生態的破壞。政府呼籲青年回鄉嘛，都是回鄉，但是傳統的農業已經不足以因應現在的時代了，因為現地因為氣候的關係以及受害。
猴子的一些损害哈，它没办法去做传统的农业，慢慢的转型为休闲农业。那转型的过程当中的话，当然现在露营是非常夯的，所以转型的部分，它并不是把它自己的果园全部都变成露营区，它只是把它的果园一部分当做露营区。那这些，所以第一个要澄清，就不是大兴土木，对，它是低度的开发，所以来这边露营的，除了看泰安乡的好山好水、泰雅文化、客家文化以外，它针对农业的部分，它可以去采果。接近大自然，寓教于乐，其实有一些功能在这边。不过问题我总归回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那到底露营区的安全风险，了解大家关心，管的点么？做的管理么？那部分爱强么？副球中。事实上，我们中央其实也很担心。那其实监委在今年也有下来到苗栗县特别立县来督导这个业务。那我们苗栗县其实也有县政府也有提到。也跟他提出申请，就是说，第一个希望赶快中央要订定一定的母法专法赶快出来管理，对，让我们县政府可以或者地方政府可以有一个法来可以管理，来协助我们的所有的业者来做一个辅导机制的改善。第二个呢，希望合法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样放宽法规。放宽法规，你说土地使用再更放宽吗？不是，就是说目前，譬如说，它可能是林业用地或者农业用地，它已经是寄存了，但是呢，它可能，比如说，它可能有卫浴设备。那它就是这个感觉上，如果有卫浴设备在农地上，它可能就是违规了。那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去协助他们，慢慢的让它变成一个合法化，然后让我们所有露营的业者可以有一个转型的机会，那也不会再被污名化。好，感谢副局长。该就先上爱请问哈，哎，我谈好来发现讲，因为你下浏阳 K 的这个趋势所好，也有挑狗猫熊，过去可能很简单，阳春一个帐篷，可是现在不是喽，有炊事帐。有客厅帐，有行动厨房、露营车，现在甚至都会有一些观景的那个栈道平台，甚至为了服务老人家，也会有起那个小木屋。刚刚讲的卫浴设备，都在那个安全把关的部分哈，你起到那个地方政府，做得做得进一步来做嘛？因为现在露营区已经越来越高规划了。我建议下用因，拄下朱经用讲到消防设备安全问题哈。两点爱认为系定型化契约停出来啦。哦，它其实是一种商业行为。它本来是商业行为，在定型化的契约，我们也希望中央政府做的看到了这种问题哈。定型化契约本所有的辅导所有业者，应系让消费者写好契约该底部的内容系嘛改东西，哈，该政府做的找按用的契约做人去管理，哈，所有业者每地爱做按用的胜利的时间，爱要达到按用的条件，要做得本消费者落来。是，副总感谢就先上。刚才蒋老师讲，秘书长我就要请教。刚刚提到的定型化契约，从这个消费商品的内容来管制，往回推到，反正只要来露营就一定要安全，所以上面相关所有的土地使用的相关法规，都应该针对露营区来做一个更明确的制定。所以从民间来讲，是不是也是希望说，第一个法可以更理清楚出来，然后大家有法可以依循。第二个呢，就是说，其实相关的部分，这个时候都应该有更多横向的连接。有法可管，当然就依法；无法可管的话，像我们地方政府，假如像苗栗县政府这么愿意自动呢，先来一个自治的条例，等待中央，可是中央很慢呐。刚刚想说交通部观光局有没有？那他一直没有出来呢，跟我们所谓这种公听会直接来面对。那派出来的这不管是哪一个层级他都要回去再请示。那好了，我们现在就以这样的方式来论，没有这个法令下来，这个叫他令他律。我们是不是业者，我们自己呢开始自律？为什么露营的这个议题呢，现在呢这么夯？很简单，因为你现在树大怎么样？招风嘛。很多产业，你说废水污染，那其他工厂在农地盖了很多工厂我不是只有现在开来苗栗县我在台北县、新北市也看了很多哇，那山凹里面怎么有冒烟所以宁可我们自己自我自律，经营管理做好，我们不怕1万，只怕万一。所以我们现在把自己做好，自律完成以后，自然口耳相传。那个经营呢，不要怕。没有人上门，为什么？这家很棒你看安全有没有疑虑，对不对？而且呢，
很干净、很卫生，而且很合乎大自然，对不对？啊，不要像刚刚讲什么新竹啊，整个山坡这个开掉有没有？啊，不管环保人士的意见，还有这个居民呢，他自然会反映嘛。为什么？你太不自律了嘛，你非要等到他律。我想很多事情就不好处理了。所以大家系老两个土地尊重，这个土地来困，都安好好做下去。甲刘教授爱请问，都地方发展来讲，大家都紧讲到，记着系希望老两个尊重，系记着个来讲总来落实个产业做咧春下去。地方在正面经营两个路央去，你还有嘛个会提点的建议无？讨论很多啊，就讲讲也破坏也个太资源，唔看安尼路央去吼，全部可以恢复先的咩？像草地上恢复先，个帐篷拆啊，睇都走完咩？所以讲有的人用父母来下面吼，咁咩可以移通诶？至于讲佢偏所所在吼，可能係沒有山坡地保育區吼，標準建築體本佢來做一個硬體嘅嘅會議設備啦吼。佢哋路樣吼，除了講水木聊天以外，佢咪要設啦，地方嘅好嘅物產，加安尼幾批就推售出去嘅，林區那個飯店。咩走落人客，有人客吼，爭有人潮，有人潮就有錢潮啦。我想應該喺產業方面來發展，地方政府一樣嘅扶土一度入閘吼，喺度推動地方嘅所有嘅好產品。有名嘅路洋區吼，唔係講附近人來，佢可能台北來、台南來、高雄來就不一定啦。所以這個負面的問題，你好好的正式面對哈。那但是正面的部分，希望好好加強。剛剛提到嘛，露營區方興未艾，所以現在很多人都要加入這個行列。我們來開放，正在今年或明年準備要再開發露營區來接待客人的。來，我們請那位。大家好，我姓簡哈，我是大新村的。因為之前也是媒體報道一些嘛，因為我們有看電視，然後我們這樣子有時候，外面這樣回來常常看，我是覺得看到只有感動2個字啊。感動。對，因為現在我們這樣回來山上哈，就讓有時候我們帶朋友回來，然後就覺得說，跟以前的不一樣，就他們的露營區是整理得非常的乾淨漂亮，對，不是像新聞上面所講的這樣子。是。然後像他們說，現在所謂的營主，大部分也都是住在露營區或是附近，所以他們應該不會陷自己於危險之中。所以他們媒體的一些議題，我覺得對我們來講是太過了。所以呢，我也希望說，我們的政府機關啊，還有。可以有一些好的配套措施，哈，露營的發展，哈，當然發現了一些環境的因素或問題，我們可以去面對，但是希望這個產業新興產業不會就這樣終結了啦，哈。謝謝你，請坐。謝謝。我們再開放其他的露營區的經營業者來分享他的意見。那我們會希望說，就是政府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法令，然後我們會依照這個法令走，然後可以把我們就是在地的資源，然後我們的在地的生態分享給大家。對，我們其實不是以盈利為目的，我們純粹就是分享這樣子的環境給大家。而且我覺得每個時代，它對土地的利用跟對土地的就是情感不一樣。那這個時代，你看這麼多年輕人回來，表示這個行業是就是可以讓我們有一個機會求一條生路。是，下一條路往後走。謝謝你。該搞表改，來改路線上係冇？跳下講，動到後上音，轉到故鄉，該改跳下擺一個是偶爾，也係呢個不用嘛吼。你即個動後上出來講一下，轉來經營流氧氣吼，你有嘛該欣賞？也地方好山好水吼，有即個種水果種竹筍吼，其實當到喺度都市嘅生意吼，嘛個很多咁嘅上到樹風，還喺地上吼都不知道。所以來我露營區吼，都會看到很多事情吼，竹筍啊，吼柑咩啦，吼蕎麥，好，這些都是在都市裡面吼一定看不到的東西。那就是財團很多人去買地來做露營區來講的話，但它的成本就比較高。那我們這是本來的自家土地自家經營，本來這個本來不卡住黑山林都講公聽聽，其他你是。平假日啊，偶爾還回來哦，也好大禮拜好，東年的一片露營吼，然後一片看後山後水吼，其實對呀土地來講，對呀觀光來講吼，其實是比較多的人潮啦。
好，非常感谢。台湾向你跳过野地吼，当到的行业，你厝面都强下大道了，所以几个来个农村个休闲产业吼，了经验也系重叠。都看到讲，比如讲像基本流量个所在系到，你个青温村嘛吼，有3都系大下讲伊台兴村系了下流量去最多个所在，当到个乡亲了片都系台兴村了片类的吼。从基调呢，用了老了个流量做得合法经营、永续推广，结合相关嘅所有嘅公共景点，主要咧还用好好咧做生产。本来嘅流量去系正面嘅发展，唔系负面嘅。佢靠到行到正面嘅路吼，为古多嘅法律啊，相关嘅规定，当然提供嘅业者都讲，基调愿意去做，你下都会重点。现在看下不嘅报道，我继续来关心讨论。买甜哟！苗栗泰安有丰富的观光资源，有农产、温泉，还有年初米同客家文化交流。太阳洋鸦片有2%泰雅族哈，1/3的客家人啦，所以你下3日其实有客家人，没有原住民都会做啦。那我是希望讲有行内的时间，所以接触到客家以及原住民的文化。不过也按多年来，台湾的山区行下做分样。也下露营一定是好，苗栗县太安乡有过100个露营区，尤其伫太平村也到尾，都得讲是全台湾露营区伫单只钟头前10种的所在。对方面方看得到露营区就伫好山好水顺风，有安好的自然环境，故所礼拜6日上个东日来到也到尾。7、8年前就开始慢慢的盛行，主要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农作物，因为受到地理环境的关系，所以很多的农作物几乎都没有办法生长得很好。在我们低密度的开发下，我们不要去破坏，因为土地原来就是我们的嘛，我们不可能去破坏我们的土地嘛。我们要亲近我们的土地，我们不要侵害我们的土地。车道在的看板，带着我的露营的人去到各个泰安的露营区，经过斑斑驳驳的山路，来到为太平村也个没几法，不过风景当好的露营区。众人高手指同家老公用了1年，用心来整理阿爸妹留下来的土地，1年前将决定要做露营区。就想说先把地整理下来，然后整理之后再来看看能做什么样的发展。所以我们其实我来回就是往返那个公部门好多次，然后他们也还好，就是愿意协助我们去克服这一块。台湾人同好露营，各有特色的露营区见来见多。面对也下大家按好露营，有好露营的人讲，跟我们喜欢的好像不太一样。对，好像现在装备也都比较多啊，那我们纯粹就是到户外来，然后朋友大家一起。所以你就是水管这样做污水分离，对不对？啊，水管留下来没有？不会流到大地。有露营区的主人作为简单的污水处理来减轻对大自然的负担，尤其在同好大自然有好露营的人，没有好好的来面看啊，用的大棚露营来保护韩国地好下台湾的自然环境。两下讨论讲要检讨这个我们的露营区是不是一个失速列车了哈？不过地方上是希望回应说可以有正面经营跟正面推广，按个奉行内行哈。两下国会风险从唐台价还有哪个意见？请开始我们的头目你好。政府的规划就是鼓励我们山上的小孩子能够回乡来是经营，但是呢，当时他经营我们是很痛苦的经营，很痛苦的经营，把我们也是很合理的规划，经过水保局核准了以后，我们就低密度的这样开挖。所以你们的开发过程都很严谨，也不是随随便便。对，不可能随便的。那是议会，就是外面可能是新竹那边，可能是企业家那样子把整个买下来，把这个东西开发了以后影响到我们很守法的老百姓。所以说我希望是说，我们这样低密度的开发的话，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跟上我们老百姓的脚步，是好好的规划，好好的辅导我们，是放宽，法定放宽，让我们好好的能够在地的经营。谢谢，谢谢我们的油头目，还有那位举手发言的乡亲，我们先请副主席。我们自己居住的地点，我们怎么可能会把它弄成一个土石流的一个地方？我们是爱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一个土地。我们原住民地区，用我们自己有限的能力，
来去做一个经营，来改善生活的这一个品质。为什么还到处设限？反而是希望来正面辅导哈，不管是放宽法令也好，希望让这个产业可以继续做下去。好，那刚刚举手穿红色上衣的大哥，那个路友跟我讲说，我跟他讲说这个露营区好不好？他说不好，哪里不好？太吵。怎么吵呢？一大早5点钟，那个小鸟都一直在叫。他以后会上瘾这个吵闹，那个小鸟都一直在叫，那个虫一直在叫，是他都是在唱那个合唱团一样，实在太好听了。下一次再来，他这样子。我们哪里破坏生态？生态一大堆，好得很啊。然后我们那个草地如茵，你看这个草皮，主持人你踢一踢，你看软软的，多舒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啊。这个趋势，国家要给我们重视，保障我们原住民，也给地方政府一个信心，带动整个国家一个带动，像“一带一路”一样。好，这个带动整个国家。我们这个泰安乡，我们也是一样要发展啊，但是就是我们也没有赚很多，一点点就好，拜托，谢谢。可以，谢谢。好，那位戴帽子的乡亲朋友，我也是土生土长，曾经都工作都在外面，自从有了露营区，我就不用再出去工作了，我都在大新村的露营区工作，而且有个邻近可以照顾我的老人家。就这样，所以在地方上聚的机会也增加变多了。真的，我们本来讲真的，我以前很爱喝酒，我现在连酒都不沾，2年了。我很谢谢在地这些营主，很照顾我，真的，尤其大新村的。是。好，谢谢你，也是令人感动发言。所以就线上，俺发现到哈，从流浪去到才体正面发展改时间，改善了很多在地乡亲朋友的生活，他们的精神生活的内涵品质也都提升了。所以讲，那个流浪去是讲有在地性的这个角度条件好去经营。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整个六营区的规范要看从性质来分，到底它是财团土地炒作，还是自己在地原有的休耕地来原定开发。所以在这个政府辅导那个流浪去方面，很美也要分歧呢。针对不同级别的露营区，其实就是管理的机制不一样，条件不同，那所以才会有刚刚我提到的，如果在林业用地或者是农业用地上面，你的放宽的容许使用规定这件事情，其实才有依据。而这件事情当然是要从母法专法来先定义出来，第1级、第2级、第3级的露营区是什么样子。好，那所以放在地方政府来看，每一个露营区里头，它的管理的项目应该是怎么样？好，这样子才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规范，让业者来遵循之后，那县政府其实就可以拿来作为推广的一个依据了。好，如果这些都按照规定设置的这些露营区，我们才就分级的管理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推荐，比如第1级我们在苗栗县是什么，有哪几个林区是很好的，第2级、第3级是什么很好，这些都是按照法定规定来的。我觉得政府要做更管理，在管理上面更细致的这样子的作为哈，才能够符合我们刚刚民众所提出来的种种的需求啦。那当然。财团的部分就是第1级的那个开发大肆开发，那当然他们必须要付出比较高的开发成本。好，比如说他们可能就要有，因为露营车如果真的一台车这样开进去的时候，那它的污水处理设施那个第1级的管理，它的那个规定其实就应该要很清楚。可是我听到大家有包含我们现在露营的场所哈，我们露营的场所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非常低度开发的，但当然它的容许使用的项目跟那个管理的项目就应该比较放宽一些。该副局长，下面到你个苗栗地方政府来讲对菜地界了下流浪去嘅产业，是希望求地合法，是希望不到记得哈，又了解可以循规蹈矩，而可以更弹性，不会有对太扰民，或者是说反而多法叠床架屋，反而无所适从。我们其实这不是只有台湾有露营休闲的这个活动，那其实在欧美或甚至日本都有更早期。对，那他们都可以发展得很好。那我觉得，目前来讲，要帮忙我们地方的这个露营的商机要怎么转型，甚至创造在地的品牌，我觉得这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必须目前要多努力的方向，跟我们的乡亲一起守护土地，也未来可以创造更多的商机。准备好总管事，该强问一下啦哈。用金培就讲到，希望是可以正面的推广、正面的经营。最后，从地方的这个策略联盟，将来你们希望可以自己怎么样自律？像刚刚我们秘书长自律自救，然后甚至就自己把品牌提升。我今天要求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露营区产业绝对不是财团，也不是所谓媒体讲的业者。这个业者太沉重了。其实我们都是因为农民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他应有的一些经济所在。
所以我们才转型为农业休闲。你看所有的国家，包含英国、法国、加拿大、美国，他们已经超过80年的历史。所以在协会来讲，会紧紧抓住地方的这个纯善的这个特质，好去发展属于我们苗栗、我们泰安的这种露营区休闲产业。是，好，谢谢总干事。秘书最后也有要补充。所以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在立法的时候，希望这些相关的主管机关都共同参与立法，而不会像以前订定的法令来说的话，基本上它的利益是很好的，但是在执行的时候，反而是没办法辅导业者或者是露营区的营主去把它合法化，反而是没办法辅导，反而是限制哈。那这样子其实就失去立法的一个原意。是，谢谢您，请坐。谢谢。最后讲秘书长，从管理走入永续哈，最后您的结论。其实立法越在高层啊，越是困难，因为就像刚刚我们这个项目所讲的哈，你立了法不但没有照顾到，反而是一种限制。因为上面如果说没有推力啊，大家来参与讨论，有没有？没有人说知道好，我想参加。今天我很高兴看到苗栗县政府，不管是这个地方这个业主呢，还有自主这个所谓这个协会或是联盟，有没有？自我要求、自我管理，这很棒哎，可以制造这个好的这种模范，对不对？所以说他律之前没有办法完整的时候，自律呢掀起来哦。该刘教授最尾就要问哈，你发现讲其实新兴该产业皮的，大家对他其实不用太抗拒，对他总来讲，对业米向来讲，其实系菜体对产业发展更好的机会。鲍母也看法结论。按你看到哈，也陆洋的产业哈，要继续发展啊，嗰个基屯一个生态哈，迄和諧啊，嗰個基本有人文的思想，透過一個陸洋吼來接受一個大自然，我想一個產業吼，應該政府個民間呢，大家向下來打拼，繼續努力下去。好，非常感謝。基本按用結論嘅討論下咧，發現苗栗基有基才提升，喊佢流氧氣到呢世界到台灣嘅發展，到嚟咧係用法規也好，也係講設計嘅詞律要求，都好好困難咗問題，唔好嘅快嘅做得改變。向向好嘅用小界，你可能係財體基本到了解出面台會嘅平推，提供出嚟嘅訴求，希望本大家看到，就係達到大家所有好出門與往了行檢呢個三那間嘢，為好好的思想嘅。以上係基本出面台會，感謝大家收看了，安尼再會。